农业部甲教育部合作，要实施互学生囡仔逐班逐礼拜拢有通好啉2摆牛奶的政策。原在9月初1开学就要推行，不过到今已经过要3礼拜是农业的实施。教育部表示，农业部是当咧评选，按算9月底就会赶紧来提供牛奶，而且卖甲目前欠的量拢总补回来。 早起10点15的下课时间，新北这水国小的学生有20分钟会当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这个学期开始实施逐班牛奶的政策，学校希望囡仔伫这个时间来去领牛奶甲啉了，因为全校2100个学生，敢若幼稚园的灶骹有冰箱。 我想目前如果学校比较大型的，因为也缺乏冷藏设备，那避免说出现一些过期或腐败的状况，学校还是会选择以保酒乳为主。 大型学校欠冰箱，校长讲未来应该会选择保救牛奶。学生听讲以后，逐礼拜会当啉2解牛奶，拢真期待。开心，很开心。那你会马上把它喝掉吗？会。有没有人不敢喝牛奶？没有啦，牛奶那么健康。 教育部表示，目前农业部零品共同供应契约已经开标，也当咧办理评选作业。 等契约签了，就会赶紧提供学生牛奶。以开学日开始算，逐礼拜2解，预计9月底实施，也那9月份的量会补甲到。接下来有可能又送水果来啊，送些什么东西来啊？我觉得如果农业部真的要解决这方面问题，他干脆就是发券嘛。比如说你就用鲜奶券嘛，他可以自己到附近的超商啊或者什么去兑换啊，也不会有那个储存的问题。 逐班有石班捌因为调度白户部分学校升慢车实施，逐班牛奶也恐惊因为歹保存变做逐班啉保救牛奶。全国总指出，就要搁讨论去制定较周全的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